順德容桂曾經係順德經濟裏邊最強嘅一個鎮街，容桂亦都係順德第一個 GDP 超8億嘅超級大鎮。容桂喺巔峰時期咧，佢嘅常住人口咧幾乎係達到60萬人，因為當時嘅容桂咧擁有好多本土佛家嘅大企業，就好似科隆啊、格蘭仕啊、萬和啊、榮星啊等等。但係呢幾年啊，容桂嘅經濟發展咧一直喺原地踏步，停滯不前。容桂咧已經被順德北部嘅北滘咧全面超越，甚至呢幾年啊，容桂嘅經濟發展水平啊，連順德首府嘅大良都超過佢。咁點解曾經嘅順德人口第一大鎮、經濟第一大鎮會淪落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呢？首先呢個最有發言權嘅呢，就係容桂當地嘅街坊，有好多容桂街坊反映啊，一個叫拆嘅人發起咗順德嘅村改。村改喺18年嘅時候開始發起嘅，拆誓要呢將我哋全順德382個工業區冚唪唥要拆晒。佢嘅理由就係呢，我哋順德經濟要發展升級，拆咗呢382個工業區就可以騰出更多嘅土地，吸引大企業過嚟呢度順德發展。但係佢有冇考慮過啊？工業區一下子全部拆晒，會唔會太過急進呢？就好似煮飯咁樣，首先要滗米、洗米、撳掣，跟住等佢煮熟。容桂呢就以製造業為主，一下子你將全部工業區拆晒，咁你啲工廠一下子可以搬去邊呢？有啲專家話嗱，依家新整嗰啲工業大樓啊，你可以搬入去啊，環境好又有電梯。以前嗰啲鋅鐵瓦廠啊，你租呢只係蚊幾2蚊一方。嗱，呢個呢只係打個比方嘅，呢個唔係真實嘅價錢。但係你啲工業樓呢就要5、6蚊一方，租金 double。嗱，呢個價錢呢只係打比方，唔係真實嘅。咁嗰啲租金貴咗咁多，你叫人點樣去租呢？人哋開廠係咪真係賺好多呢？嗰啲平廠拆晒，冇辦法，人哋只能夠呢就係唔做或者係搬走。容桂呢以前有好多工廠、好多工人，提供咗好多就業嘅崗位。呢啲喺容桂有收入大量嘅工人呢，帶動咗容桂嘅零售業、餐飲業同埋住房出租等等嘅一系列經濟發展。就係因為你一句拆，成條經濟鏈呢即刻崩潰。有好多人呢賴係房地產低迷嘅原因，房地產低迷呢係有影響，但係唔至於一條經濟鏈即刻會崩潰。順德嘅製造業呢有好多係同房地產相關嘅，但係我哋東大有14億人，我哋嘅工廠會自我升級噶嘛，會自我研發噶嘛，會提升設計同埋自我改造噶嘛，但係冇咗廠呢個竇口呢就會即刻崩潰。